知道自己要做媽媽啦，踏入呢個身份呢一件事，你自己一路嘅安排啊，定係對你嚟講都係突然嘅？係首先第一樣嘢，我覺得呢啲嘢好難 plan 出嚟嘅，因為一個生命咧，如果你好努力去谷出嚟，反而俾到自己壓力。有啲朋友我覺得好神奇嘅，有個觀念就係我問佢哋幾時會結婚嘅話，佢哋係會答一個歲數咯。但係我覺得我遇到一個啱嘅，我咪會結婚咯，我唔會理係幾多歲嘅。咁所以其實嗰個 moment 咧，對我嚟講咧，就唔係話我嚟到呢個年齡啦，我要結婚，我要生仔，又覺得我呢個人係啱嘅人，所以我覺得可以咁樣做咯。我都冇計劃過遇到過咁嘅人，所以我就好難計劃我真係要呢一年做呢一件事，有呢一個生命。我覺得我哋嘅身份或者我哋嘅環境係 ready 啦，個心理狀態係 ready 嘅，即係隨時可以迎接。其實你嘅人生嗰個規劃係講緊你令到自己處於一個呢一刻發生 A 狀況、B 狀況、C 狀況，我都可以 handle，我都可以處理，我都 OK。呢一個其實就係你最大嘅規劃咯。如果咁樣講，就算對小朋友都係咁，因為我唔可以俾到一個一帆風順嘅人生俾佢，我希望佢可以成為一個遇到任何問題逆境，佢都可以有能力跨過挑戰。